大家好，我係正言堂嘅李山元。今日咧就會分享第二個生肖，講緊係屬牛嘅朋友喺嚟緊2026年丙午年嘅生肖運程啦。咁屬牛嘅朋友恭喜你先喎，今年咧係好好嘅喎。雖然我哋喺八字裏面講咧，屬牛咧屬於丑，丑咧同午咧係相害嘅，我哋俗稱咧會叫害太歲。但係今年咧可以稱為吉星拱照啦，有紫微星啦、龍德星啦。咁紫微星咧係咁多星嘅皇帝星嚟嘅，咁所以咧係有大貴人加身。咁另外龍德星亦都係一個好大嘅貴人啦，所以咧好容易喺事業上面，亦都喺錢財上面獲得貴人嘅扶持，可以積極向上，可以大膽進取啦。咁而其實咧有六害星啊、天煞星啊同埋天厄星咧嘅影響都唔係咁大，因為咧有兩大貴人加身咧，就定必能夠逢凶化吉。咁所以屬牛嘅朋友咧，今年咧無論喺事業上面啦，或者工作上面啦，都係相當之好嘅。咁另外特別留意咧，係1949年同埋2009年己丑年出生嘅朋友啦。咁佢哋咧嗰個作用會更加明顯嘅，因為咧佢哋立陰行咧係屬於霹靂火，有一個火山爆發啊、爆發力強嘅意思。咁例如1949-09年想創業啊、想有大突破嘅朋友咧，一定要好把握明年嘅機會，因為咧絕對係好容易成功嘅。如果大家咧想知道自己來年嘅運程，關於自己生肖的話咧，歡迎 PM 我哋會盡力解答大家。